纯机械化了。别照相，一会儿保安就来了。啊？别照相，保安也来了。嗯。机器活啊！机器活。过了。毛东岳，不对，这个是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你让我看那个去，帮我打一电话。不是26，肯定是26。你看那种，25去。哎呀，你们后边呢？还有个车。没有，不是你们这25去。不是，还有个车吗？没了，我们那没了。没了。有点多。